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20章设立避难城。上主吩咐约书亚讲：着命令以色列人照我通过摩西甲恁讲的，为恁家己设立避难城，互无意中误杀人的通走去遐。遐个城通做恁闪避报冤仇的人的所在。误杀人的通走去遐个城。徛伫城门口，将伊的事情讲互迄个城的长老听，因就通接伊入城，互伊一个所在住伫因中间。报冤仇的人若入到迄个城，城内人袂用得将杀死人的交出去，因为伊是无意中杀死人，甲死去的人无冤仇，伊就住伫迄个城，伫会众的面前受审判。到迄时的大祭司死，伊才通倒去伊走出来的本城本家。因就决定设立避难城伫纳弗他利山区、加利利的基底斯，甲伫以法莲山区的示剑，以及伫犹大山区的基列阿巴，就是希伯伦。搁伫约旦河东边设立避难城，伫耶利哥东边属路边支族的旷野平原比色，甲属迦得支族基列的拿抹，以及属马拉西支族巴珊的戈兰。这个是为着以色列众人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设立的避难城，互无意中误杀人的拢通走去遐，免互报冤仇的人杀死，听候伊公开受审判。